第二屆自由唱歌唱比賽正式開放報名啦！第一屆嘅自由唱歌唱比賽咧喺好精美嘅 CD Studio 舉行啦。我哋第二屆一轉畫風，去到香港藝術中心舉行。咁自由唱歌唱比賽咧係我哋 Whimsical Media 主辦嘅歌唱比賽啦，就希望大家會用一啲個人特色同埋自己個人嘅審美觀發展出嚟嘅唱歌技巧嚟喺舞台上同大家一較高下。無論你係聲音爆發力非常之驚人嘅大氣歌手啊，定係你係好細膩嘅說故事人，我哋期望自由唱歌唱比賽都係你發光嘅舞台。比賽分為6個組別，咁我哋首次採用咗重疊年齡層嚟分組，咁會有3組嘅年齡組別。另外我哋會有3組嘅歌曲組別，其中都有新增嘅自由唱組。初賽分為實體同埋線上初賽，咁會係線上收集大家嘅影片啦，或者係實體初賽會喺2025年10月舉行嘅。咁我哋嘅決賽會喺2025年11月16日喺香港藝術中心舉行。我哋今年嘅評分準則咧，會由5位評審評分，撇除咗最高同埋最低嘅評分之後，攞中間3個分數去攞平均分，得出名次。另外，每位評判評選嘅最高分選手咧，會得到自由唱評判獎。每位晉身決賽嘅參賽者咧，都會獲得你當日嘅比賽片段作為留念嘅。咁另外，如果唔係晉身決賽嘅參賽者，即使冇得到任何獎項都好咧，都會獲得原價7折由資深監製製作原創歌曲。另外，我哋 Whimsical Media 都會送出零基礎鋼琴自彈自唱課程1節。咁稍後參與 Whimsical Media 舉辦嘅任何活動咧，都可以享有優惠。得獎嘅參賽者咧，會獲得一個印名嘅獎杯。另外會有零基礎鋼琴自彈自唱課程2節嘅。咁至於總冠軍咧，就會獲得度身訂造1首歌曲同埋拍攝 MV 嘅。咁我哋持續都會增加更多嘅驚喜獎項俾大家。咁我哋第2屆自由唱歌唱比賽到時見。